我告诉你，我这当大姨的啊，哎，我花钱我不应该呀。妈妈没有奶，苦了咱家小宝宝了啊。来，大爷看看啊，这奶呀能喝了不？哎，行了，来，拿着，来抱着宝宝。右手托着小屁股啊。我喂啊。对了啊，可不是你喂，这奶啊就得妈妈喂。我去做饭了。哎，你怎么喂上奶了？傻春让我喂的。哎，我现在对大姐会不会带孩子产生疑问了。但是每天看她起那么早，又骑车大老远跑来，我也不好说什么。你说，哪有每天给婴儿洗澡啊？再一个，医生早就跟我说了，10天之内的婴儿牛奶要兑水2/3。可我注意观察，他就兑了1半。还有我拿那些消毒的那个戒指啊，他一个也不用，全是从你们家拿的那些什么旧衣服。我说现在不像以前了那么节俭，可他什么也不听啊。那你干嘛不直接跟他说呢？我哪好意思跟他说呀？我就不信了，他还能把我怎么着？就是徐敏荣在这儿也得给我留个面子。他不是傻春，我劝你啊，还是聪明点儿。我就不干，他还能把我怎么着了？你怎么没干活啊？话没说明白，怎么能干活啊？哎呦，真对不起，这儿可没您说话的份儿。您要是不想干啊，揍人呐！你什么你？我告诉你，你被解雇了。我也不是傻春儿，您别天天拿那点小伎俩来对付我啊！你天天吃的比谁都多，干的比谁都少，还偷着往家里拿，别以为我不知道。你什么你？好，你想让我伺候，我还不伺候了，你给我结账。他说什么啊？给他结账？给你结账？你这个月你才干了7天，要想结账，干满月呀！你还讲不讲理呀你？哟，你还跟我讲起理来了？行啊，你想讲理，你先把偷拿的东西给我退回来呀！退得回来吗你？说什么来着？来了，买这么多东西啊！现在商店这么方便，咱们随吃随买就行了。哎呦，那可不习惯，我还得想好了做什么再去买什么，这样多好，想做什么做什么。再说素棉啊，她是坐月子，我得给她好好补补。这不，我给她买的乌鸡，先给她煲汤去。真得说说大姐啊，好家伙，跟不要钱似的，买了那么大一堆东西，还有罐头，好几10块钱呢。小春儿，小春儿，来了。哎呦，小苗苗，哎呦，真乖啊，乖乖。我跟你说哈，我这儿呢不比餐馆，这吃的东西买多了，我怕会坏了，浪费。哎呀，坏不了。她二姐啊，你就别操心了，你赶紧养好你的身子啊。我今天给你买了1只乌鸡，还有枸杞、阿胶、红枣，给你补补血。那得多少钱呢？向东，给傻春拿钱。哎呀，你说什么呢？我告诉你，你别给我啊，赶紧收起来。唐二姐，咱可是一家人，什么你的钱我的钱，你说这话你不觉得生分吗？我告诉你，我这当大姨的啊，哎，我花钱我不应该呀。吕向东，快听话呀，把这钱包赶紧给我收起来。我告诉你啊，这月子里的东西以后你就不用管了，我全包了，你
根本不懂。这速决媳妇儿也太狠了，等于我白干了7天。我不让你干呐，咱还不伺候了呢。自己干，就在这边上开一个。那能行吗？怎么不行啊？许他干就不许我们干啊？我都跟人家把房租谈好了啊。活到这么大岁数，我白活了，还没傻春明白呢。什么是改革开放啊？改革开放就是让老百姓多挣钱。那行，咱说干就干，非得把他挤着死不可，可气死我了。你怎么还没走啊？我马上就走，宝宝已经睡着了。现在呀，是11点半啊，我怕他2点之后会醒。到时候你让李向东啊，把奶给孩子热一下啊。马大婶啊，我跟你说啊，你那个弟媳妇儿可不是个东西，你才走没2天就把我给开了。我跟你马叔又开了一家店，过2天就开门了。马大婶儿，自己开挺好的啊。哎，你别走啊！啊，您要跟我说什么吗？我就是想让你知道你那弟媳妇儿是个什么人。那您的意思是，让我去骂他一顿啊？骂他还是轻的，你得赶紧把那店收回来。马大婶儿啊，您就不应该跟我说这话。不管怎么说，她也是我弟媳妇儿啊。我忙了啊，还有事儿呢，我先走了，马大婶儿啊。真是傻了吧唧。向东，你快进来，苗苗又哭了。向东，怎么又哭了？来了，我来了。哎，怎么了，宝宝？怎么哭了？他是不是尿尿了？没有，哎，那是不是拉粑粑了？也没有，那喂奶了吗？喂了呀。你看，喝了一半他就不喝了。李向东，哎，我问你，是不是又兑水了？对了，你兑水太少，跟医生说的不一样，我就兑水了。你真是个书呆子啊！回头啊，你要饿哭了，你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。你看孩子哭的，他说什么意思啊？没听明白。来，哎呀，一看你这兑水就太少了。大夫知道咱家苗苗一天长多少斤吗？不知道啊，但是月子里的孩子是有规律的，人大夫说的肯定是科学的呀。他就是再科学，也没有我科学。来喂，我来。哎呀，你别瞎掺和了，素棉赶紧喂。哎，必须妈妈喂。你知道孩子为什么跟妈妈亲吗？那是因为吃母乳。咱家素棉啊，本来就没有母乳，你再让他不喂，这孩子以后长大了就跟他不亲了。这事儿啊，你不许瞎掺和。他现在坐月子呢，闭嘴！要不然我们家素棉老让你闭嘴的。你说你一个老爷们儿，怎么婆婆妈妈的就跟个老娘们儿似的？去吃早点去啊！早点我都买好了，吃完早点就去上班，不许再回来了。该上班去，去。你说这老爷们儿怎么这么婆婆妈妈的？哎，唐二姐，我跟
跟你说，坐月子不能老躺着，你现在你就得锻炼，你明白吧？得活动，不能听你向东的，要不然你出了月子之后啊，不定要胖成什么样呢？这坐月子，你只要记住啊，不着凉，不受冷，不用力就成。哎，你必须要注意饮食，还有一定要听大姐的，你要自己喂，将来你自己喂了，孩子一定会跟你亲的。是啊，这个小妹啊、小楚啊，跟你啊都比跟妈亲。明白了吧？真的哭了。你看看啊，